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了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第一節目一開始呢 ，Rita 幫大家看一樣東西，大家看了係乜嘅？係咪當講？了係一支筆哦，大家知了係用乜嘅做嘅麼？做個其實唔係，了係樹頭做嘅，了係真正嘅樹頭去雕開去做，用安像做個呢，了係去厲害嘅地方。台灣嘅木雕哈非常有名，啲美麗嘅產業，今半年呢來到節目當中了解台視寫呢聞名全台灣，咪做啲講啲國際上面非常有名嘅王啟祥先生，呢先來歡迎木雕師傅王啟祥，王先生，先生好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黃啟祥，來自美麗有木雕故鄉之稱的三義。哇，歡迎先生！初聽呢，今日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介紹佢嘅作品以外呢，佢嘅作品嘅最佳推薦人呢，係佢嘅長嘅朋友來歡迎米健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專木工坊嘅陳米健，同歡喜來到讓福氣來了。哇，師母今日咪特別打扮到正，聽講大家都會做個旗袍嗬，安尼翕相一下嗬，安尼再有唱起冇？再一次歡迎兩位嗬，兩位都係美麗三義嘅同鄉係嘛？係，個結連理，個向下來做藝術，係，對，非常有緣分嗬。今日現場嗬，大家有看到安尼擺嚟當到咧。木雕嘅作品全部係木雕係嘛？全部係樹頭開嘅。全部樹嘅做出來。哦，全部樹嘅做出來哈。談到初次到色彩冇簡單，因為人講愛來做樹頭嘅東西，有人意到嘅名嘅哈，有個連結哈。人講木工嘅車床係一個當重要嘅工具係啊。係對，像我做木工車床，已經有10多年嘅時間啦哈。一個期間，我都一直喺個研究下木工車床嘅技術啦，嗰個刀嘅用法，特別講無共樣，嚇。像做一原木筆嗬，係已經係有10多年前都想去做嘅，嚇。唔過一直都冇時間來進行一個東西，嚇。主要因為做珠寶品啦，嚇。書碗、書嘅盤嘅碗一條嗬，就因為一條工作量動態，嗰後背要係要推廣嘅部分咧，就向下啲嘅進行嗬。像係有一個另外一個特別嘅工法，就係利用木工車床同雕刻結合，向下做出來嘅一個作品，就係個水花系列嘅作品。也算係一個首創，哇！古時候像 Rita 書行內呀，就係有得獎嘅哈，國家殊榮，國家嘅安尼當經典嘅工藝獎就有得獎咩？對啊。各位大家講，都得人講一個藝術，也講一個手工藝，傳統嘅手工藝哈，有幾個獎嘅地方，唔過咩有幾辛苦嘅地方。但香港做嘢哈，來老師來書打開來幫大家看，你樹還一講啊，不過有上動的，還是有長很多繭，對不對？一定有的啦，因為要出力係啊。係啊，因為人刻刀的啦，哈，全部都用樹來刻，哈，加摩擦落去，摩擦久了就會有繭就會長出來。你沙子在挪的時間，要順沙挪嘛？我叫我樹一件粗件要。即係樹哈，自從做入別個去變下要。變下要。因為而家做別多前後擺哈，上那個風蠟對，風蠟那個，那名叫嚟講，佢去假樹就變要嘅。哦，當初人哋做嘅去角質係嘛？有咁樣嘅意思。一舉數嘅哈，其實做呢邊哈，要當到項目一講做雕刻啦，像托樹頭。從拓線，然後用乜嘅材料來做也出動態項目咯。做啲加油安尼，當場現場會動到一筆嘛哈。同大家講，譬如講乜嘅筆，我用嚟拓，又要乜嘅樹頭。其實做原木筆嗬，對於樹頭係相當嘅了解嗬。你像譬如講，人看下鐵幾筆，也係乜嘅筆，也嘅人注意看嗬，今日筆身單個。嚇，佢有山水嘅圖案出來，錯係，也係我哋鐵集推出來呢，揾到山水筆，山水筆，對，有啲水墨畫嘅感覺，對，因為今日我哋用黑柿木嚇，
去饲野菜，不过你讲饲到出事的吧，煮毛山水文的。哦，几个问题，你要偷几个器材薄土，个车，嘿，器材薄土一堆，好，也山水文才会出来。不过也种鼻吼，佢动会练，动会鼻头，嘿。你讲几个这个鼻生很会裂开，对，很会。跟我保养嘅咯。亚基鼻吼只会凉啦。啊，用来看嘅，唔可以来写嘅。没做得写。唔反对写，因为讲给我一定要实用啦。亲后的只会拿给手的温度去温润它，哎，鼻子会一冷一讲。因为树又有啊油脂，又有温度，董秋年讲啊要养木头、养笔安尼嘛。对。哦，山水笔。山水笔。像要天气看有提升啊，带来也先从木它敢看一下最好。这个有点紫色。哎，也叫很多紫罗兰。紫罗兰。对，也只树的这种都紫罗兰。哦。其也只树的哈，其本身就安尼紫色。没人工的花，不是那个花卉紫罗兰。叫紫罗兰木。紫罗兰木，佮其迄较硬也较软嘅树，较硬嘅树，较硬嘅树。不过样树嘅其实只缺点就係吼，今日树嘅當個我有個導水管，好較粗，嗰時候變做起來冇安優秀。後尾我哋就鄰居移動上都講哈，都今日安尼導水管那個縫之間哈，拿來填補金粉上去。哦，誒，竟然有看到嘛？你注意到嘛？注意咧，圈有發現佢充滿嘛？啊？会闪光是不是？有流星雨也敢讲啊！过上来也给别人的紫罗兰流星雨啊！对，还会微妙，名字都是你取的吗？安浪漫呢？太部分了。不过也只会一个灵感的激发啦。嗯，哎，过再来后边我就我做一个上去。要生漆笔，生漆对生漆。我做记有的懂从大理石诶，感觉纹理懂讲过，没黑不好像也是金光闪闪的。对，亚基哈基本上我就做漆窗有的树脂哈看样式，好看样式的反而做起来就木安浆，木安浆啊就做拿来做生漆的处理。生漆对，生漆处理我再加晕金哈，一来做的保护家嘅树脂，二来哈我就做晕金处理的法，当个会有安尼就像安讲的个，哈有光的折射，对，其实也就像日本那个漆的那种类似的，对对对。咁你做一支笔要几久的时间？做一上漆笔冇按键冇按改，因为我考虑到嘅时间温度、个湿度也两个同重要的一个上漆笔成功的一个元素。基本条件，一年我拄到安尼天气实在冇按改。还要看天气啊？还有做上漆真的看天气食饭。哇！不過上漆一種作品，價錢會按過就係安尼原因。啊，因為叫天時地利人和，又多好又按那個蔬菜。嗰首先生講做一支好嘅筆。嘿，真冇简单，做笔动简单咩？你现在拿来安尼就做得下，不过做了又会讲，佢用起来啊，看起来又会讲，你希望要求嘅美感咩？就动困难咯。一年当中哦，倘讲要做安尼嘅笔吼，一年当中做嘅笔吼，其實冇動到幾呢。像上漆筆嘅部分就係安尼，吼，嗰還有加講過嘅個山水筆，吼，因為我要按拄到安尼料嘅，咁有法度來做。我看下你佢細細筆嘅筆都係紅紋動態。哦，除咗講佢嘅眼神，他的身體要筆身，咪再打開來啊！打開來。哦，有啊，本睇下看一下。哦，一係鋼筆，全部就係做鋼筆咩？對對。好，一係鋼筆吼，睇下注意到一動充嘢，佢咪嘅。佢嘅筆哈筆芯啊，跟這個蓋子啊，佢嘅密合度一定會動好。對。冇佢係有墨水嘅咩？會糟蹋。對。佢會流出來。哦，古時候也係自家設計咩？對，一隻部分就係自家設計嘅。哦，像就幾廿年前看到像我做眼木筆噶吼，就先買個市面上一般人做 DIY 嘅嗰種眼木筆咧，人輕裝來做。自家試看呢？來試做看呢，因為試做過後發現也唔咩愛上愛嘅東西，冇法度做一條創意嘅嗰個雕刻嘅部分都當講。嗰個就出家思考吼，去設計研究，將從床上做出一隻適合嚟用嘅一種筆藍鉛。
古时也别人看哈，你做的笔就係你自家設計嘅 size 嘅別人看，好獨一無二出做嘅。好唐先生按你講哈，我咩動好奇，咪現場還有其他嘅東西，也係乜嘅呢？等下到上嚟節目當中哈，詳細同大家分享哦。大家轉到福喜來嚟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了木雕台詞哦，王啟祥先生其實佢自家是係了木雕世家，佢嘅爸爸是係當有名又得到了國家了傳統工藝中嘅王國南先生哦，所以我想對木雕世家要用因從小的熏陶，對佢來講佢話行木雕呢一條路，可能係當自然嘅吧，不過其實有當到故事，再次來分享兩位分享到，剛頭前講到爸爸就係按優秀嘅木雕台詞吼，唔過唔經人生，因為將當道嘅玩將真件來投入木雕呢。爸爸會當時冇同意嘅嘛？我從細到大哦，其實都看我爸爸嚟做雕刻啦，嚇一出一個印象中都當成當係記憶地圖。到後尾我轉來做雕刻過後，我都知道佢一出都係順向皮定嚟用嘅。哇！哎呀，細時間看相片，係爸爸在做雕刻嘅時間。我頭擺也做完全就係數過，冇買車床嘅哈，冇機器。嗰時候本來你以前哈冇做，係咪爸爸咁反對講？冇啦，你做配好，冇咁辛苦啊你啊。主要因為以前爸爸佢個年代哈，佢做一隻行業哈，真係係當辛苦嘅一隻行業，因為家下冇天通工具。完全就要一刀一戳，完全就要用手工來雕刻出來。嗰個其實我希望我哋唔可以強樣做一行，按辛苦。但經過我鼓勵我自己講，我要做一個有太好發展嘅行業啦。係安尼有期望啊！不過後來你自家還係當興趣，就決定轉來做木雕。安尼係唔幾多歲嘅時間？大家差唔多退伍過係。退伍過去32歲，32歲，張來做哈，好，咁安尼開始做嘅時間，咩同爸爸共用，就係接人講愛買乜嘅生活嘅用品啊，也就安尼開始做嘛。一開始係安尼啦，係啊，個因為佢做雕刻一個部分，或者都不用夾太太夾高嘅片開始，安尼較變嘅，學起來嘅。古時兩位都係木雕世家，算係啦，我很特別的。嗰個安尼做文創嘅東西吼，其實也係一個無共用嘅專辦，也係算係一個精神咧。因為唔講做實用嘅東西都係當好，因為人需要咩。唔過做安尼創意嘅東西吼，也係哪一個境界，要講藝術欣賞嘅吼，當中也嘅。而且安尼嘅物件先生同人介紹吼，也係一個同特別老屋較有連結嘅，當中落屋檐下有水滴嘅感覺嚇。其實也看水花作品吼，迄我就差唔多20年前嘅嚇，迄都落木嘅片，佢屋檐吼係崖嘅。木凳係崖木，特別讀到係落雨㗎嗬，佢水落雨雨水就順住個崖嚟流下來嗬，嗰種滴滴答答嚟跌到嘅天嚟嗬，佢彈起來我兩個就係當欣賞嘅一個場景，就係所講叫做像你大自然嘅交響樂，講係個規排嘅水花嗬，看起來就像到跳舞一樣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嗰我兩個就空下欣賞一個美景，好，那你就係唔看到嘅嘛，天使廣告嚇。又後邊又看到個天使行嘅牛奶嘅廣告，一彈起來嗰笪水花，嗰笪畫面，一下都幫我聯想到，以前喺落木嘅家下，嗰水滴跌下來嗰種景象嗰個畫面，嗰後邊我就利用木工茶廠嘅技術，嗰還有雕刻嘅部分，就係利用木工茶廠嘅先可以做出一種水紋嘅一種感覺。水紋，彈下嚟嗰種水紋，嗰種水花波瀾嗰種感覺，嗰個後邊嘅上面有水珠一粒粒嘅部分，
啊，就会用手工慢慢的一粒一粒的捞给卡出来。哇，因为茶虫当中安尼，老树头安尼冰落去，对，伊开始做。对，佢只能做盐的东西。做盐，跟你就用东西安尼卡。佢水花纹哦，卡到动油呢。系啊，系，就要做慢慢的耐心个用心。也咪係得獎嘅作品。對。2009年剛好就有得獎。哦，得到安尼公益獎。台中，那個下係得到台中大墩美展的公益類優選。啊，那咪去年又有拿到台灣公益競賽嘅入選。哇，恭喜恭喜哦！因為也有記嘅東西哦。佢說安尼行起來專業文創吼，開始選來就係數到動到肯定咧，咩選咧動順利咩？順利哦。其實安尼有辛苦啊。辛苦啊！咱開始研究設計嘅研發啊，一天嘅辛苦面一天注意到啦。唔過都係堅持哦，通過就米根先生哈，一次都唔碰順，就為讓你誒聽書啊，為讓你講鼓勵你啊。本唔講當場冇嘢冇嘢哈，也係講差唔多當日哈，明日大早都按部頭都啲人嘅工作室係嘛？係啊，其實佢下因為呀就呢行比人較慢嘅，上較慢嘅哦，就想按照計劃夾了嘅。嗰時候佢下當日日時頭知道工廠做些，嚇按部頭食飽呀，又多人去工廠，係佢想嚟明明明，係。找靈感啦，或者安排天意嚟寫啦，或者研究家嘅安尼專門嘅技術呀，就各方面啦。安尼嘅權利就支持佢，係啊，本佢同意做做嘅。其實我去搞對安尼創業東西嘛，也有興趣啊，就當只共下嚟討論啦。佢所講，每次都講辛苦也係樣，因為就生活幾乎就係做到做目標安尼。啊，個嘗試係有創意出嚟，咁啊就係動向啊。哇，很讚哦！個安尼，其上先生有嘅當特殊嘅，也講伊嘅代表啊，就係金魚。哦，係。啊，請定一下，安尼最嘟嘟嘅金魚，係因為有安尼嘅 idea 想我嚟做嘢嘅呢。其實也沒算我爸爸影響嘅，以前我爸爸佢看物界吼，佢都學物界。哦。係。啊，親印象中親層嘅係木卡學過物界嘅嘛，學過拍殼嘅。拍殼嘅，現在啊，做對安尼，電風做拍殼嘅做來學，做來學哦，係啊。以前安尼新生年以前嘅年代吼，佢安尼在上下地方啊，啊個天空動到拍殼嘅，係啊，其實你做，就比如講你做咗來學啊，就去觀察下動態安尼。將會做較多惟妙惟肖去做嘅。咁你有冇想愛貼片來做金魚？將來做一隻金魚哦，你也看金魚嘅當可愛嘅東西，好，佢所使用嘅樹當可愛。啊，我係留金魚也見作品哈，留佢擬人化，哦，比方講啊作品表現到啊金魚蛋糕，像夾木竹啊。啊，較夾木竹間啊，我留意較多同人對看嘅嗰種感覺，唔好人哋出啲嘅看前面添，哦，嗰還有夾嘅嘴啊，攞嚟較到翹起來，哦，肯定一下，你看最嘟嘟啊，當初諗住剪一下，係啊，即係啊，看到以前啊，冇嘢細細個嚇，嘅再當下安尼再嘟起來，嗰個我就留一啲元素變到啊金魚蛋糕，真正嘅生動化，哦，就有親情咧，看到冇安定一下，表現嘅創作地圖，嗰數米嘅金魚嗬，可以來當成真嘅。當真，咁嘅木竹安尼叫笑面啊，最嘟嘟，當定一下。但講一下當當然嗬，就係只聽講嗌樹頭本意，也講要買樹頭，你就做樣嘅金魚，冇同樣嘅形態，就取決於這個木頭。對，其實像我有一部分就係做推廣嘅一部分，啊，推廣就係人拿料嘅來本嚟，我留佢做出來。啊，像做一金魚一部分嘅嚇，因為料嘅。上到擘開芡嘅都有啦，每天咧怪怪絲絲角角嘅地料嘅啊，哦啲天然嘅部分，按咗嚟殺嘅，哦殺嘅一唔係按樣嘅潮，按樣嘅標，哦佢都車咧一賣嘅一衰嘅，攞個留佢殺嘅落去啊咧。嗰時唔知解出設計師，啊你會畫圖嗎？你會這個打圖畫圖去思考嗎？畫圖啊，畫圖大部分都我頭腦都好啦。唔是畫出來，直接。下刀，就係咧。按照看準一啲書誒，然看好後，睇一道記下去就固定起嚟。係，一全部都要靠經驗來做判斷啊！
哇塞，也係出嘅時間累積的哦。嗰時候也係講3歲嘅你咧，同金同筆出現唔到同代表嘅。做到健康一切不同研發，還有研發嘛嘅新嘅東西，繼續下來，還可以繼續研發嘛？一定來啊，因為我哋有做創意嘅東西哈，一定來做引進鋪哈，像我哋靈感通常都是跑在前面。你像我哋，比如說還有計劃中還要做一些像樂器，樂器的筆，樂器嘅筆。唔講佢上到係小提琴嘅用，唔講佢係筆做得下嘅，對，懂得研究咧。像簫啊，那些東西，嗰還有乜有，比如講像高爾夫球桿，啊，像要的東西一開始你就想哈，要安樣做到變筆，唔講我就當設計圖攞網出來，接下來後輩就會慢慢地推出來。但時間多加試驗就會做出來。一出講，我構想嘅東西、創意嘅發想啊，頭前要動到去準備嘅，然後包含講它的可行性，各位你都要做測試呢。對，材質的測試，或是細部的一些收尾那些都要研究。嗰日哈其實哈，大家啲講數位越來越少啊，哈，木頭越來越少，各位按呢熟悉按呢嘅書頭就要變成從全世界去尋找嘛。對，像一般台灣也有目前有用的塑料的吼，進來進銷的。哦，也他接用的就係他接談到嘅希諾基啦，小南啦、牛莊啦，個周邊還有個做用龍柏來做嘅咩嘅色水咩衣漿啊呢？哦，嗰時候大家去整下，有原木嘅筆也係懂珍貴嘅哈。好，剛剛先生講要動到一研發，韓國等一下有一個動貼嘅東西，佢係筆唔過佢會跳舞，佢會轉哦，它會旋轉哦。了一下繼續多咗嚟嘅節目，同大家嚟分享。大家在到節目當中咧 ，Rita 來請教一年木雕大師汪先生、汪啟湘先生，請問下木雕對你來講也係有乜嘅意義？木雕對我來講就係我嘅神法。哇！神法當中就講冇木雕就冇嘅意思咯，哇！因為我哋神法之中就會潛出我哋想愛做嘅東西嚟出來。已經變做動詞言咧。對對。咁你知道木雕哈最困難嘅地方喺哪？最困難咯，就係假如量技術添，就要好做，要做上要好色，冇做完就冇好色啦。呢個困難嘅意思講，嗱嘅然後擺啲擺到幾尾嗬，嗌出量技術，等於出關公嘅意思啊嗬。哦，大家就等，你嘅松樹上做一出你嘅味道。係。哦，咁你做青紅教係乜嘅？青紅教啊，青紅教應該就係我哋。隨時哈，咁我同朋友哋講打嘴鼓啦，哈，談笑之間就會幫我哋新嘅想法出來。最有靈感嘅，哇，很快樂哦！嗰時候你哋嘅平常時嘅成發動創業，即同朋友食飯啦，打嘴鼓啦，出去遊聊啦，因為看開山開水啦，冇出點睛下嚟聽音樂，也出係靈感嘅，完全時間就冇浪費啊，也出係成發，也出係成發。嗰時候其實安尼成發嘅樂趣出一啲地度就產生了，聽起來很快樂個，一點就冇困難嘅感覺。嗰今日還要帶來其他東西啊，之後當貼片一定要同大家來介紹一下哦。從來師母來唔數來攞一啲哈，就係呀，各位聽眾再轉一下，有一秒人都裙擺搖搖哦。我之後也當成一個公主，也係跳舞嘅跳 flamingo 嘅嘛嘅，就也常常去拳咧，記住要滴拳咧。其實也看呢作品嘅靈感創作吼，係來自我哋一群嘅做研磨筆嘅朋友。今日哋辦啲比賽，今日比鄰居很多淑女，今日我哋就想講，佢有很多淑女嘅話，就係做出一個婀娜多姿嘅女人啊，那感覺。後邊人就講，今日下輩子有裙擺。啊！按你規則嘅氣勢讓我出來，
又安尼动农村，又一宫廷贵族的感觉。对呀，今日动好去吼，自己笔爱写吼，我顶那边拿起来，因为安尼又动刀嘅无穷用嘅。本可以哈，係嘛？阿筆都有哈，嗰一片安尼做一下，做一下，好，一片做一下就會，咦？你要記係原子筆係嘛？記係原子筆。哦，也係原子筆，用轉嘅。用轉嘅。嗰樣嘅廠下一記啊，就係蘸水筆。哦，這隻溫嘅安尼咩水下？誒，也係強款咩？就是作權嘅啦。啊，也係邊落去咪做得作權嘅呀？哦，沒做得。一個原子筆，一個鋼筆。哦，本體教做得自家來寫。對。有人都裙擺搖搖，安定一下。啊，你嘅書頭嘅色吼，淡紅黑就有點墨綠色。好，嗰個下背係紫色。呀，上背係黑柿木。你看呀個黑柿木吼係出事誒，就冇像按前面講嘅嗰種山水紋誒。好。啊，也記係強樣嘅書誒。哦。強樣嘅書誒，冇強樣雕刻嘅。冇強樣嘅裁切方式，嗰度佢出來嘅紋路都冇強樣。啊，很正哦。我哋攏係用書嘅顏色嚇去發揮家嘅特色。加動刺眼，唔是顏色，因為動鉛口、動刺眼嘅，永遠不會褪色嘅。各位還有其他現場啊，看到你用表一個動從學家嘅東西點，你怎麼動作呢？要記學家。係咪動作？也係邊咧？冇邊下呢？有像上海灘那個種感覺。也係邊吧？也幾邊。佢叫下一定挺難咯。係，一片下都要，人家嗰嘢都要轉出來，拿出來就做下。我做動厲害，因為我你看哈，我看不到那個接縫誒。古時候你做安尼啊，功夫哈，你做喺筆鉗哈，它的整個是密合度很細緻很高。哎，我看冇呢，也係學家筆，學家。當波係用雕刻嘅方式嘛？係用卡咧。一染頭係用卡咧，啊，卡出嘅染灰嘅質感，講下就真係上色。啊，啊，入到係一個細細嘅火星紅。哦，有意思個誒，嗰位朋友啊，唔是博研哈，拿廿個筆來寫就好咧。哦，還有個動槍係乜嘅金箍棒係啊？金箍棒。一件金箍棒吼，就還是喺當好看《西遊記》啦，啊，印象中嘅西遊，都印象中《西遊記》嗰種感發想而來嘅，也都一件金箍棒定海神針，啊，金箍棒應講定海神針嘅，誒做一金箍棒啊，一開始有安尼想法噶哈，哦，我都知道做老金箍棒以亮片上會有個圖騰花紋嘅，哦。啊，像迄安尼做都無嘛特色咧。我想金箍棒係乜人騎嘅？孫悟空。孫悟空，嗰度係老爺孫悟空嘅頭呢，然後佢表現出來，哈，我也記住我就變到金箍棒筆。哦，動詞咩喎？中央打開來就會做到寫實嘅鋼筆。啊，佢一係就有粗型哈，有一典故故事啊哈。佢所有嘅筆哈，就經過冇用嘅書頭，就會經過設計，咁變做安尼看到裁切嘅方式，佢嘅功法都係當儲存。對。嗰一下堂工欣賞都有嘅懂得計劃，我知道也係一體嘅事情，每個都有情感嘅事情，愛實力博物館。因為我爸爸嘅過身後，留下來50人件嘅作品。啊，我想到我一下工作室哈，工作室一片，然後佢做一個人嘅小型博物館，啊，希望本大家喊他多年來看到我爸爸留下來一條作品啊。哦，古時候也係設立嘅爸爸嘅博物館，用本大家做來欣賞。對。哦，以後按擴建哈，順沙來看Annie黃啟祥老師嘅作品，父子聯展。係啊，父子聯展。以前呢，王君南王太師佢嘅作品係用要加掉Annie嘅創作嘅嘛？要。佢以前做出口嗰個時代哦，是全部量產嘅啦。哦，嗰個後輩佢當佢就做創作嘅方面嘅部分。哦，佢咩要做創作哦？佢咩都要想法呢？對，當要想法，像我睇有一件作品啊，可能冇帶來，所以我拉出色嘅嘢。哦，佢都開一
徛等生意嚟放喺度看，個生意到上面對看嘅嗰種，可能都刻出一個作品嚟出來。咁溫馨啊咧！哦，嗰時候因為爸爸有安尼嘅，算才華天才啦哈，個真根本唔咩傳得到哈。希望也寶寶講哈，計劃愛成立嘅時間，做得有機會嘅朋友都做得去看去欣賞哈，也係當有溫度、當有情感嘅作品啊哈。嗰一下呢，先生聽講你都有當到新嘅計劃嚟嘛哈。當初妹妹希望來安尼台灣木雕王國安尼文創嘅東西推向國際，係啊。因我哋行動到作品哈，就喺背背慢慢地推出。講我哋嘛希望講，因為嘢東西哈，比安尼東西較細件，真的向國際去推展的話，在運送上各方面會比較方便啊。如果希望本世界看到台灣的木雕工藝哈，做得安有創意、安有原創性。嗰類也傳統嘅技術，做得攞佢保留下來。哦，咁先生一下學雕刻嘅後生人要多嗎？也冇多咧，冇多嘅啦。個將藝術人台嘅嗬，留下來嘅，就算上一台咩做雕刻，個將藝嚟留下接天二台嘅，到3年可能出冇到3年嘅。哦。唔過研究也，我哋12年木雕協會嗬，主要培養嘅大學生啦，一條出來，來攀，當然都嚟攀新傳業。希望後生人做到嚟接受，繼續按講嘅文化去做嘅。而且其實家談黃老師同美娟老師兩公婆感情暗好，特別都暗好互相研究新嘅創意聽講。太太嘅鼓勵，喺動態嘅同理，個爸爸嘅雕刻到咩批定，而本唔繼續嚟創作下。係啊，從細到大都看屋企人嘅爸爸嚟做雕刻嘅，都一個印象都當出。嗰都有人哋嘅做雕刻咧，你都知道啲都比如都順當批定係樣嘅。個親主要嘅佢將佢留下來一盤雕刻到嘅，最本係親太嘅支持個鼓勵。非常感動嘅，咪希望你哋做得繼續用到有溫度嘅松樹，個有創意嘅想法，做出當好當真嘅作品咯。今日感謝兩位先生來到節目分享，謝謝。咪希望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，我相信你文化創意嘅東西，大家都當喜歡，做得繼續嚟繼續你台灣有質嘅文創商品咯。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圓同咧，希望大家嚟收看，再嚟了。